湾因为现代化社会的来临，众多事情就变得无共样了。自脚步变革，人老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动疏离。可能还记得，头摆农村社会左邻右舍的关系动紧密，感情没动好。过一下，社会观念日渐破灭，工作机会多半集中在大城市。后生人为了寻条路离开屋企，造成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也是多数台湾社区发展独到的生态困难。社区文化就按样慢慢的流失掉了。不过，新竹县王山乡的旧站头成功复兴社区文化，后生人慢慢回流。旧站头是铁路内环支线的其中一站。伫工业发展前，是柏鲁士的休息地，有罗是流过社区边，伫还忙建起地方的时节，河水就会泛滥，旧站头的居民就会因为重建团结一心。旧站头文化协会理事长吴明为台北转到北港过后，看到社区文化严重的流失，过后他就决心要重整旧站头。就是想要到哪里去，然后后来就想到说啊，我回家好了。但回到家以后，我又很后悔啊，就是小时候那种九站头的那种大家就是会坐在那个骑楼底下，然后老老少少这样子聊天的情景，在我回家的3个月是这个情景整个都不见了。那大家那种很热情的，村里面大家互相合作，客家人搞网供、换工，就是你家有事我去帮忙，他家有事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个感觉整个没有。那后来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方法可以把这个过去的大家的那个感情重新串起来？所以那我来办报纸。办这个家乡的报纸，本来就是要记录整个九站头谁家生了小孩，谁家娶了媳妇，但是白色恐怖谁肯告诉你啊？谁也不肯告诉你。然后就后来就在那个祈祷访谈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为什么不转那个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探讨公领域的东西，大家就敢知而不谈，所有的事都敢说了，所以就后来就往九站头的传说，还有就是把人的记忆重新翻回来。例如说，九站头的第一部电视是谁家的，那个场景是什么？那个推出的时候，哇，超疯狂的，整个九站头就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靠这样，然后吸引了很多的那时候的年轻人加入九站头。第30年前的一场社区发通，九站头社区就埋下众多未来的种子。不过，没想到经过研究，当时参加发通的后生人加入文化协会，接着开始办铺、建学校，一推出就在九站头造成动态的回响，成功反响九站头居民的社区意识。我们发现了，民国52年有一个3轮车比赛，那个3轮车比赛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谓的九站头的文化工作队的一些主要成员都在那上面，所以我们发现这种种的种子在30年后是会结果，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我们特别注意所谓的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开始慢慢的，就是想要自己办学校。水牛谷学堂是由九站头文化协会举办的体制外学堂，凡是學校無教嘅，夾到就會利用一隻假期學校來教，一隻學校無資格上嘅限制，本學生喺寒暑假學到無享用嘅經驗。對後生人種下新嘅種子，
那时候在寒暑假都有假期学校，那有假期学校的时候，他就想说，那应该像国外游学这样，是不是有寄宿的啊？寄宿家庭在那个方式，所以他在那个案子里面，他有写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就希望我们社区这些志工可以把自己的家里有没有另类的一个打造，然后呢把它开放出来，让这些从各地来的小朋友来九站头这个假期学校读的时候，可以就定居在我们家里这样子。还有你的家一定要有个特色，因为这些孩子他来到这边游学的时候，他是这一家住个2天，这家住个3天，他在你们家一定要有收获，而不是到你们家就是看电视，那就没有意思啦。在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视啊，所以那时候他就要求我们说，你们家每一个家庭既然要做寄宿的这个部分的话，就一定要有一个特色出来。那我因为我很喜欢花，因为早期我是花痴，我只要有花我就非常的开心，我看到花我就很开心这样，不管是地上的小野花也一样，所以我很喜欢就是把花压成把它干燥之后，然后做成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不是像他们很专业的会把它做成一幅画干嘛？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们就可能可以把花压干之后呢，然后做成钥匙圈，做成什么？那只是一个愉悦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那时候我就我们家就是特色就是压花，然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特色。那看到他这样子很愿意的去把他所会的都交给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就是我们九站头后来就是暑假学校，那发展出就是学生到每一个社区的妈妈的或者爸爸的客厅去上课，所以后来我们有发展叫做生活教室。像这一家的生活教室，它就是专门做花布，让小朋友来缝花布。然后后来花布做了以后，然后就剩了很多的小碎布。那碎布我们就把我家对面不是有一个小庙，那个叫做习婆庙，全台湾就只有那个庙。我们以前九站头的人都会把那个东西当做自己的平安符来带。那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平安符呢，把它做改变，然后就变了9娃娃。用创意结合传统信仰，在客家花圃还蛮开始流行嘅时节，九站头就扮演先锋，将客家花圃应用在多种用途，唔但发扬客家文化，咪改善当地家庭嘅经济。那时候刚好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大陆新娘，那她先生都是做园艺的，他有一天不小心伤了他的一个脊椎，然后伤脊椎没有办法工作，大概有4-5年都没办法工作。那时候协会就为了帮他，然后教他怎样去缝那个9娃娃，然后他就每天就做那个9娃娃来赚取一些加菜金，这样也让他度过了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帮助是比较实际的啊。从那个时候就这样把它发展出来。那9娃娃呢，它跟我们买了以后，我们附身份证给他，然后他们取名字以后，我们会把它登录变成是9娃娃的族谱，然后在他满月的时候，我们会寄蜜月卡给他那个收藏者，然后4个月的时候，我们会再寄一个4月的收显卡。那收显卡呢，其实他都把我们那几年就是在地方上收集的那个祈祷的那个童谣，像例如说蜜月卡，他就是用客家话讲，他说压坡背狗来啊，宝贝做小菜，压坡背狗去啊，然后宝贝做方体啊，那个以前呢，那个客家人满月的时候要抱出来啊，这里的客家人要把小朋友抱出来啊，然后就指着天上，哎呀，老鹰飞过来啊，小孩会做秀才啊，老鹰飞过去会做皇帝。然后我们曾经只是践行我们办一个践行的活动而已，那我们就在践行的过程当中要出发前，为了要让大家暖身一下，不要到时候有那个职业伤害或者怎样，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洞歌，什么
照心跳、桥山跳、春园跳、照明跳、大间跳，然后痛切跳，然后绕剑跳，念屁股跳，然后叫一跳，然后嗷手劲，那个就是让你运动一下。但这个九站头还蛮有意思，然后他就沿途介绍简单的草药的介绍，蒲公英什么黏人草，然后散步啦然后面偷架吧，用叫架吧，像这个他就是他还蛮贴心的。然后他这里有叫做矮也袂徛早徛，什么叫早徛？你知道吗？不是，以前人在山上扛东西有一个阿字，2个阿字，然后把它钉起来，那个叫做早徛针。然后他把那个名字叫做七巧九站头。七巧在客家话就是无所事事，就慢慢走的意思。就是很多那种小故事，不是说突然间出来的，很多都是把我们过去所做的那个祈祷的访谈，然后再加上小朋友、年轻人的创意，整个结合。大家创意就会来自沙岐居民嘅共同创作。第九站头充满客家人嘅故事，夾到將故事轉化變成沙岐居民嘅共同記憶。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不會說是突然間蹦出來的。例如說，你看這邊有一個九站頭的服裝改善講習會它在昭和13年的6月，那時候就有所謂的服裝講習會，所以我們就因為這個老相面，然後就發想說，我們是不是要做這種服裝的東西，所以就做了很多的服裝。成功推動客家話普及後，沙岐居民和理事長又開始討論，夾到認為一下客家中嘅後生人點樣講客家話。97年，夾到成立九站頭客家普洱集團，一隻普洱集團嘅團員，大家就係沙岐嘅一份子。阿妹負責做普洱加舞台，後生人係表演嘅團員。用客家話傳達九站頭嘅沙岐特色，讓後生人對客家話產生興趣。我當初回到九站頭之後，我發現九站頭的小朋友都不會講客家話。那我在想說，這怎麼辦？大家就覺得說，遊戲當中就可以啟發小朋友學習客家話的興趣。那後來我們就想說，什麼是最簡單？然後後來，因為在這個祈禱訪談的時候，我們找到橫山驢的故事，這個故事，那我們後來就把這個橫山驢的故事改編成布偶劇的劇本。九站頭文化協會為咗愛推動社會教育，想盡辦法。台灣有名嘅漫畫家劉興欽老漫畫書簽本九站頭文化協會，劉興欽漫畫館嘅營運對九站頭文化協會非常重要。不過當時只存一地空地，未無錢營運。理事長請到當時家庭教育辦到清好嘅成員董秀做漫畫館嘅館長，一片畫一地木頭，就按樣慢慢嘅江城漫畫館。有一天他跟我講，其實那個時候我還在水檢處工作，然後剛好我就停下來也沒做，他就跑來說，你可不可以進漫畫館幫我佈置一個館就好？他用連哄帶騙的方式，我也傻傻的，剛開始我就我們沒有這個能耐，就想說我們怎麼可能，我只是歐巴桑而已，能幹什麼嘞？那時候我就沒答應他，他又來，他耐力非常的夠。他來了幾趟，跟我在討論這件事情後，我想說也好了，人生就是一個挑戰，人生一定要挑戰，它其實就是個舞台，你想扮演什麼角色，完全看你自己。所以那時候他跟我講，我說好，我就跟他一個館哦，一個館哈，一個館佈置完了，我就可以離開嘛。後來進到這個漫畫館的時候，我真的是傻眼，它簡直就是一片廢墟。大概進來這個
这个馆大概有7天，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空白，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人才，什么都不会的状况之下，怎样去把那个馆舍布置起来，对我来讲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后来有一天我就跑去问他，我说：“哎，有钱吗？没有钱怎么布置啊？”他就说：“没有你自己想办法。”啊，我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啊？没关系，这也是一个挑战，然后开始无到有的一个方式去想。經過大家嘅努力，漫畫館嘅經營慢慢鋪上軌道，本社區居民工作嘅機會，每本後生人學到安樣嘅留社會互通，對漫畫館一隻社會大學增加社會經驗。这都是社区里面做的啊，每一个电线，每一个瓦片，然后每一项东西都是我们社区自己，我们九站楼文化协会自己做。那个漫画馆馆长是怎样变成漫画馆馆长的？我不是刚才跟你讲说我们有做生活教室，就因为他们家的生活教室做得最好。然后就把他拉来当漫画馆馆长，因为他会布置啊。然后那个时候，像这些，你看这个，通通都是后来我们才做的，以前都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啊。整个那个不像现在，你看那每一棵花，每一棵油桐树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哪有那么好？刚好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废墟，好恐怖！我自己想到。都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这样子后面支撑我们赶来去接这种烫手山芋，那真的是还蛮辛苦。就是说，有时候会觉得说，真的是我们营运这个漫画馆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只有3个人正式人员，毕竟我们馆长跟我2个女孩子，我都没有办法。有时候真的会撑不下去。可是我们不愿意放弃，因为我们理事长那么辛苦把这个地方弄起来，所以我们又为了推广文化，我们就坚持到底。九站頭文化協會係台灣少數成功營造社區意識嘅客家種，本社區居民自由創作，結合當地嘅文化，發展教育嘅理念，埋下新嘅種子，本後生人想愛轉到屋卡。就像九站頭嘅經營理念，並從先每條太魚，係愛本客人嘅魚嘅遊進來。以前的人到那个矿坑里面要把那个矿这样采下来，很辛苦。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你们去采矿的感觉，你们才会感觉到父母亲赚钱很辛苦，知道了吗？进去，好来，手电筒来，进去一定要有手电筒，快点啊，你跟他们进去。不要，跟他。是有机会再来玩，到时候用那个。要啊，当然要还我啊，要还呢，那个不用还。拜拜。下次你可以送我们。不行啊，跟阿姨拜拜。下次来我送你。快乐的啦，快乐的经营它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这个馆舍，很多人进来问我，他说你到底针对的是哪一些人？我跟他讲，我大小通吃，我就贪心呢，我很贪心。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做的这个馆舍是要让来到内湾游玩的人，他们的脚可以停下来，然后有一个驻足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去不管是去咖啡厅、去餐厅，你都不好意思坐很久，而且你没有去消费，你也不好意思进去。他会问我说：“那我能赚什么？”我跟他讲说：“我赚的是你们的快乐，这个是我比较想要的。”我就认为说这个社区就是虽然小小的，但是很厉害。
大家都很用心为这个社区奉献。有一个安定的地方，有一个大家都很幸福的地方。白露师也回来了啊，连白露师都知道幸福在哪里，人怎么会不知道幸福在哪里？